外来种青豆丁对台湾本土的生物甲农业造成真大危害。根据着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上新的统计，2025年到11月18为止，全台湾掠到的数量超过23万只，是2024年的2.79倍。其中，各以屏东县超过10万只，数量上多。为河川水域到农地田花，甚至大街路顶，拢会当看到青豆丁的影子。咱的记者对着掠青豆丁的专家，伫短短30分钟内，都掠到10外只。这个外来种泛滥的程度是比想的还阁较严重。实地来观察到滚下区的红豆田，发现食物的有效用要总互客了。青豆丁已经对在地农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农业部推动的奖励制度，民众经过训练，摕到纳人的资格了后，掠到一只青豆丁的奖金是100块到250块不等。问题是，这青豆丁敢好掠呢？来看咱的报道。我来，调回来。最多一个晚上抓200多只。食这个虾啊啦，这嘛无路用啊，要抓到拢无收啊。要有责任感啊！你们移过之后，明年又出现一大堆。这只有中对不对？有，夹回来，夹一下，先夹。捡断掉了后，搁伫咧树叶之间滚流，真是互人偷看某咧小的台湾生态杀手青豆丁。对啊。2只大腿跟前面的脚缠起来就不会动了，嘴巴也是看个人，最好的话是缠起来，有时候它也是会攻击啊。第一只拍打行动也未结束，这当中搁有另外一只撞出来。哇，中了！话讲袂煞就发生啊！无几秒时间，边仔一张树花，敢若搁有动青。中了。哇，所以你们也要很准呢。要练。用那个保特瓶啊。原舰队掠豆丁高手的脚步全副武装，真正青豆丁抢在出现的所在，希望找到新的手，把这几大吨的外来种掠起来。也是很多农民的东西被吃掉啊，那时候就想说来练习看看，可以顺便帮农民除一下害。这是屏东县农会果菜市场海防分场附近。赶紧爱了解排水沟，环境真适合青豆丁生产。河流边啊，堤防边啊，这个地方比较多。有种一些菜类的话，就是会比较有啊。哦，那里还有好几只哎，好几只哎，一定是抓不完啦，因为有的地方没办法进去，就是会生小的出来。我之前最多一个晚上抓200多只，大概4、5年了。好像抓不完，最多两个人2、3个一起，一个晚上抓100-200只这样。台湾绿鬣蜥泛滥的问题日趋严重，光是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抓到了10只绿鬣蜥。而根据林保署统计，最严重的就属屏东县了。而光是114年到10月底为止，就抓到了98000只。青豆丁，佮叫做美洲豆丁，身长达到2公尺，食物的hiệu果有显灰含果实，是因主要的食物来源。只不过因看起来亲像恐龙，会互人看甲软脚。它的牙齿的话，虽然没有那么大只，但是它这个锯齿状的排列所以其实咬到的话会有蛮严重的撕裂伤。如果被咬到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当然就是做伤口的赶快清洗，然后上药这样。如果说有撕裂伤或是有一些大型的那个鬣蜥咬到可能比较严重的骨折或什么，对，那可能就是要到医院去做治疗。这个就是公的，它有一颗一颗的，2个角都有，这是母的，没有就没有明显的特征。背鳍母的会比较短，同样体型的话会比较短。它公的会比较长，它其实杂食什么都吃，鱼虾啦、蛋，那个小鸟的蛋它也是会吃的。原产地中南美洲的青豆丁，现在将做台湾人头壳痛的外来种。2001年那时候，那阵子其实台湾蛮流行的，就是从国外进口一些爬虫类啊进来台湾下去做宠物。可是等到它大只的时候，不是很讨喜，它就
被弃养。它原产中南美洲，猎豹是它的天敌。我们这边环境比较好，所以它在这边繁殖的速度，我想是蛮快的。一对的这个绿鬣蜥，一年大概可能有60-70个蛋。掠到顶的歌手伫咧河岸边田间间用专业的技术要甲伊掠，专心专意，唔敢大意。我有炸弹弓，搁加套索，这鱼轮、鱼标，好用就是射出去，如果射到就可以直接拉回来这样。射到东西了。射到了吗？射到树枝了。射到树枝。这个是如果说地方很空旷。然后没有什么障碍物的话，可以2个人，1个人直接把它勾下来，下面1个人直接接住它。套索也差不多的原理，就是它有是一个活动式的套环去套它的头这样而已。这支杆子是10米，可能打了好多标，位置不好，拉不下来，它可能死在上面了，就要只能靠这个把它勾下来。等一下会人到，然后就可以把它冰存起来。像这个，它中间有一个松果眼，会用那个击破器打进去，刚好那个松果眼下面就是脑袋，脑死之后它就比较不会有其他的痛苦。我们是用冰除的方式下去做处理，等于是让它冬眠，然后就自然死亡，其他钱就可以省下来，抓多一点的数量，从4000只、8000只，然后到大概就48000多。167。互人着真惊，体型大只粗勇的青豆丁，敢若安怎掠到掠袂完，猎进度搁比族群生团速度慢。这里是报道处哦，请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看一下您是不是住在屏东县。林保署和地方政府合作，自2004年开始，陆续开设掠青豆丁教育训练的课，希望借由民众做伙来掠已经4个团过来种族群。就是会把我们作物都破坏掉，然后吃掉，对，那就损失蛮惨重的。然后不仅是田里，隔壁的渔翁也是。真的哦。它虽然不是吃鱼，但是它会破坏旁边的器材啊什么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会看到绿鬣蜥出现嘛，我要等地方来处理的话，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就是有这一个知识，然后呢可以协助处理，可以在教学上可以跟小朋友做分享。我的部分只能口头劝说，你怎么去对这些东西比较人道一点？那另外就是社会责任那人道就是你今天抓到绿鬣蜥，你要把它当个生命啊，不是说跟你钓到大鱼拿来吃跟他炫耀。那另外就是社会责任，其实社会责任的问题就是，今天他们只是想要钱的时候，他们只是想要抓那个量，那他不会想说我想要把它移到干净。我相信会少一些，但是不太容易把它根绝了。说实话，根据林保署的统计，为2004年到2005年，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已经办理24场的移除课，拢总1600多位民众合计参与。在咧摕到拍来资格了后，才当换相关奖励。不过，民众对这敢若有无同的看法。我们上完课之后还没有达到答案的，会是抓到了要交给谁？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比如说一份清单。然后还有就是可以使用的工具到底开放了哪些？农业处网站上面说什么打松果体，那到底是要浇死的还是浇活的？这个也没讲。连要找这些资讯的网站，一个明确的网址给我们，不难吧？现在其实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个县府的一个服务专线1999，或是动保专线1959。其实就可以联络了哈。明确的奖励机制，向来自无同行业的民众加入。不过，青豆丁4个团引发了台湾本土生态危机，敢真正会当有在着解决？在屏东县的万丹乡，这边是种植红豆的大本营。可以看到，在记者后方呢，还是有非常翠绿的红豆。但是镜头拉远一看，全部都已经变光秃秃一片了。不难想象，绿鬣蜥的侵袭到底有多严重。食这个虾仔啦，伊这就是无食无搭，那食搭就食到这骨啦，都无路用的啊。这嘛无路用啊，这搭食安静差不多6、7年有啦。迄别我嘛免讲，迄为遮长呢。
迄大只你看会惊咧，伊喙齿啥呢？啊，伊喙齿安硬啊硬，像迄样样啊喙齿，伊形体足奇形怪状啦。你若雄讲举喙啊要来喊老掉喊着无着，阮后生有当讲着，但是你若喊无着，你过你就讲伊袂着啊。原本应该青眼镜的幼犬，如今敢若剩残疾败休。做残做超过半世纪的林德庆，看到去青道中乌白吞打过了后的景象，就真艰苦。啊，免怎都拢无收啊！啊，免怎啊，了钱啊，免怎？一分地，因会当到尾450斤至500斤。对啦。啊，你若以前咧收准50、60，一分地会当收到2万5至3万啦。如果真的损失是损失你后壁才的啦。对林德庆，佮来到另外一片红豆田，嘛是规片绿苍苍。这个差不多6、7年啦。啊，嘛是对遮开始直食落安尼。无伫咧准备农民的无奈和悲伤，青道中灰三座熊撞出来。这个时阵，田边的南部之间，敢若有物件伫咧震动。内底有啊？哦，有吗？有无？有吗？有。冬季的红豆的理作是我们屏东县很重要，也是全台湾最多的一个面积哈，大概5000多公顷。我们就用了一个护豆专案啊，我们也用了一些小钱，让他们去做一些低的围网，1公顷我们补贴了2000块。8件它那个都很长，大概120公尺长，不过它大概90公分或是1公尺左右的那个围网。你斗这网啊，敢有效？啊，就是无效，弄破啊，嘛是在弄破啊。网啊，真正讲100外块，我是听阮后生咧讲啊，真正讲100外啦，啊100外看大家食10领有啊啦。这到阮后生啊，总受气，讲无爱变啊。因为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啦，就变成说是当地的自己民众得去多花点时间，他才能了解，他的绿鬣蜥从哪边来，他要先知道他绿鬣蜥什么时候会去吃他的东西或怎么样。那他不够了解之后，他设那个网其实不是那么有效率啊。开放民众掠过来种，而且会当领奖励、升各赏款。全台湾目前青道中灾情上严重的屏东，农民大部分持有保留的态度。啊，政府也无咧宣传讲你来，你也着掠来换啥，也无咧宣传迄啦。所以你拢唔知就对啊。无啦，这款物件，啊，讲个介黑暗的物件啦，你讲要掠安怎斟酌？咱希望提供就是讲，互农民家己的农田家己顾，有看到物件，看到绿鬣蜥的踪影掠到，会当互农民来换。因为像这样的教育，就是变得各个县市在做，那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标准建议怎么做，就是要划责任区啦。我看我在屏东上的6场，600人，他能不能按照他的这些人住哪里，他负责他家附近买，对你家园也好，是不是？青道中课程的讲师向高势轮回，民众掠到青道中，主管机关反射当时可其他用途，和拍来行动可靠有意义。在台湾，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讨论说，你可不可以去剖青蛙？哦，这人不人道，是不是？那如果很多这些国小、国中都有这种解剖上的需求，那这绿鬣蜥可不可以也做这样的事情呢？生态教育市场上是很棒的，可以等于说有剩余价值可以用啊。甚至它的皮革实际上是很好的皮革，只是有没有要去用哦？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不管是林业署还是农委会，他们其实可以去思考。青道中伫南部世界农夫生态金青早就咧谈。另外一种在扩大趋势的好多种啊，我随便讲了，一个叫多线南溪，那还有之前闹很大的那个沙氏变色蜥，嘉义三界埔那边量还是一大堆啊。觉得其实移除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还是得要正视它的源头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是晶片法，一个是那个放生法，我们要赶快立法啊。那这个东西不是对整顿这绿鬣蜥，对于所有的生物。掠到定的奖励机制已经起果，保育行动必须互头互尾，为着维护本土生态，面对外来种大军侵犯，这当中的台湾未当搁再救国歌。